做伙念启文。启文诗篇105篇第3节到11节，还有45节，请咱做伙来念。着夸耀伊的圣名，愿追求上主的人心内欢喜。着倚靠上主甲伊的关灵，不时追求见伊的面。伊的仆人阿伯拉罕的后代，伊所敬雅各的子孙啊，恁着笑念伊奇妙的作为，笑念伊的信仰，甲伊所讲判断的话。伊是上主，咱的上帝，伊的审判普及全地。伊会记得伊的约，直到永远；伊的应允，直到万代。伊会记得甲阿伯拉罕立的约，对以撒所立的誓。伊将即个约，互雅各做立规例，互以色列做永远的约。伊讲。我要将迦南地赐予你，做你应得的产业，通互因遵趁伊的规例，遵守伊的律法。哈利路亚，称赞上主。煞接请陈文豪兄弟带咱做伙来唱诗歌。各位在座以及线顶的兄弟姊妹，大家平安。这时，请咱各位用虔诚的心，用圣诗来陪伴咱的心。第一首诗歌，咱要唱的是正诗第四首《天下万国众人着听》。这首诗歌拢总有4节，咱做伙来念一解歌词，来请。天下万国。众人着听，大家进前归主免惊。地上万类同心服侍，上帝独一应该敬拜。全地服侍，尽心敬奉，万主的主，万王的王。第2节来，天顶主宰，极大权能，治理万邦，执掌权柄。全地顺叹，服侍敬奉，万主的主，万王的王。全地服侍，尽心敬奉，万主的主，万王的王。第3节来，民间富贵，无分地位，服侍上帝，阿罗跪拜。众人拢总齐声吟讲，以名尊贵。应该敬奉。咱再过来第4节来，主的公义永远不变，众人干净无野无善，历代圣徒全部人知，主的功劳奇异伟大。咱做伙来吟。万国众人着听，大家真情归主免惊。地上万类同心服侍，上帝独一应该敬拜。全地服侍，尽心敬奉。主
篇51篇第7节讲到：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干净；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咱过来要唱这首歌，就是描写伫咧诗篇51篇第7节。咱做伙来念一摆歌词来听。我主，我救主，我真爱得完全，求你欢喜点我心到永远，互私欲拢消除，互我心清白。求主甲我洗，互我白较赢洗，白较赢洗，清白较赢洗。求主甲我洗，互我白较赢洗。第2节，我主，我救主，明知我的故事，求你帮助我，改换污秽的心，甘愿顺服我主，拢无过违逆。求主甲我洗，互我白较赢洗。咱第3节来，我主，我救主，求你施阮可怜，使我对担起果然真正换心。袂捌有人求讨主无补欠，求主甲我洗，互我白较赢洗。咱做伙来。这首诗歌是每小节有3拍所以咱大家需要注意一下。有时以前咧唱的时候，咱会拖得比较长这个是每小节3拍。好，来唱。
即时做伙来敬拜上帝，请奏乐。恁着感谢上主，求叫伊的名伫万民中报扬伊的作为，着对伊吟诗，向伊唱歌学乐，谈论伊一切奇妙的所做。请做伙来吟信诗第4首：天的万国众人着听，请起立。Amen.
三角额头来祈祷。万军灵的主，阮满心感谢阿罗你，你是万福的本源。阮来到你的施恩座前，敬拜尊崇阿罗你至大至神荣耀的名。感谢你赏赐和平的灵君主耶稣，伫十字架顶流出宝血，洗阮的罪，赐下救赎的恩典。求你来赦免阮，总是陷落伫无满足的愿望中。求你开阮心中的目睭，互阮看见家己的罪，赦免阮所犯的罪，信心帮助阮来改变。我靠你过得胜的生活，恳求信心保守阮离开歹代，伫逐款的考验中甲试炼中，搁较坚定来倚靠主，引带阮顺服伫你所启示的圣经，做阮信仰甲生活的准则。认捌你的真理，伫真理的石盘顶生根建造，互阮属灵的性命通好成长，帮助阮谨慎，常常行伫主的光明中，调整阮的眼光，无搁用俗世的价值，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今日下晡1点有第7女人心新书的见证分享会，求你互阮通关心人，无得干那顾家己的事，也着顾别人的事，行代志，下伫基督的福音，活出你合你心意的性命来回应你的呼召，互阮欢喜时常跟对你，服侍你，甲你同行。求主保守劝告台湾伫面对中国、面对国际局势多变的时刻，掌权执政者有上主所赏赐的智慧能力来固守台湾，你掌权台海的平安，台湾明年的大选，互台湾人心通团结爱国。我也求你怜悯医治阮身体欠安的肢体，求你甲因三角伫地，你的腿、你的拐，拢通安慰扶持因。你的同在，通互因莫孤单，莫惊吓。教会的牧者团队也有新的同工加入专职的服侍，阮为同工福音服侍来祈求，求主继续为教会来准备同工。阮也将以下聚会时间拢交托伫你的手中，求你信心充满规个圣殿，互阮伫礼拜中甲你相拄。求信心甲逐人同在，也甲牧师以及服侍的每一个同工同在。坚固阮的手所要做的工，互今日你的敬拜诚做芳芳的祭献上，得到你的感纳。阮深深的祈祷，求你听。即时阮也要做伙用主耶稣教示阮的祈祷文来祈祷。阮伫天你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城，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时，今日你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得带阮入地狱，着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们。请坐，请做伙来读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是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这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3日对死人中国活升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信过共同的教会，信同的相通，罪赦免，肉体国活，永远的活命。阿们。三角来交托启文，启文诗篇105篇第3节到11节以及45节，着夸耀伊的性命。着倚靠上主甲伊的关联，
伊的仆人阿伯拉罕的后代。恁着算效伊奇妙的作为。伊是上主，咱的上帝。伊会记得伊的约直到永远。伊会记得甲阿伯拉罕立的约。伊将即个约，互雅各做规例。伊讲：我要将迦南地赐福你，通互因遵趁伊的规例。哈利路亚，称赞上主。恭敬来听上帝话，今仔日所要看的圣经有2页。头一位是马太福音13章第47节到52节。马太福音13章第47节到52节。天国嘛，亲像人伫湖里拍网，掠逐款鱼，网满就拖上岸，坐落来，紧好的放落去桶仔内，歹的迄角。今世终局嘛，亲像安尼，天使要出去，对义人的中间，甲歹人分别出来。迄路，伫遐因话啼哭，家家切齿。耶稣问伊的门徒讲：遮个恁拢有明白无？因应讲有。伊就甲因讲，所以逐个学习天国道理的经学教师，亲像一家的主人对仓库，甲新甲旧的物件拢搬出来。第2位是记载伫罗马书第8章26节到28节。26节，亲像安尼，咱软弱的时，信心嘛有咧甲咱扶持，因为咱毋知着安怎祈祷，毋过信心家己用话袂当表达的讨开，替咱祈求，了解人内心的上帝，明白信心的意思。因为信心照上帝旨意，替信徒祈求。咱知万项事互相运作，互遐个听上帝的人，就是照伊家己的旨意选调的，拢有利益。以上愿上帝赐福，听读伊的话的人，愿阳光甲乌落归伫伊的性命。赞美，请上帝团契所要赞美的诗歌是甲主同赢。既然有人互做苦楚，甲主同行，无论心肝欢喜也悲伤，都要甲主同行。无论伫日时，无论行伫暗暝，拢要甲主同行。
给其慈悲阁有关灵，伊会救你。耶稣就是真理活路，行做会得到保护。咱要甲主同行，无论心肝欢喜也悲伤，拢要甲主来相同行。进度请本堂科牧师，伊要甲咱分享的讲题是身躯结合。伫咱教会感谢上帝，双语团契伫一年的中间有几摆踮咧主日礼拜来学乐赞美。真侪兄弟姊妹看到因即款的服饰，踮咧台仔顶唱3分钟，都爱练几落礼拜吼。本来听讲第一首要唱英文版的。Walking with Jesus, walking， 继续 walking with Jesus, walking with Jesus alone。本来听讲还有英文版的，拄好毋知安怎煞捡起来吼。这首歌一摆搁一摆咧提醒咱，无论你是你是。无论一行伫你足熟悉的路顶头，也是面对一个新的处境，会记得甲主耶稣相同行。伫生命中间，通特别即款的，就是你伫咧工作的场合的搬耍，也是听讲是新的家庭的建立，也是讲你可能是因为厝要搬厝啊，去一个新的按台北搬去高雄去住。为新的环境，这实在是一个真大的功课挑战。但是无论伫什么款的境遇，会记得，甲主耶稣相同行，伊照伊所答应的，伊要来甲咱相合斗阵，毋是过完了后，伊就天。所以咱会记得顶礼拜即双骹无，一个大双的骹顶头有一双细双的骹。迄就敢若像你，毋甲你的孙捌算过无？甲你的孙啊，囥伫你的迄阵啊，差不多7、8个月，已经会当爬啊，想要换物件起来，佫轻轻啊，你甲抓起来吼，囥伫你的骹，就最近前行，有一天伊家己就行去啊，伊就行哦，开始望所在，伊就开始走，头前伊的人生开始走，咱嘛踮咧主耶稣陪伴引出来中间。咱前跑走免惊，即双大双的骹，主耶稣，伊继续伫咱后壁，继续伫咱的边仔，伊无离开，拢无离开。所以今仔日伫即个时刻，咱特别也要为着踮咧咱教会三甲参与久诶语文传道，因即个今仔日对因来讲是一个要紧转换的时刻。所以咱要先来看一个底片。今仔日下晡3点，伫教育馆美苑青少年团契，阁有一个欢送会，就是语文传道咱嘛欢迎你会当参加。咱先来看即段吼，声音会当较大吼。各位兄弟姐妹，大家平安。我是以文，我今年很感谢上帝的带领，让我来到士林教会来实习。
2个女儿，结果他们在那边一起又住了10年，但是啊，他就在想说，可是这2个媳妇要跟着我回去吗？所以我们一起来说，你的上帝就是我的上帝，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选择。恭喜独立国会经历上帝和万行书三甲来互相运作，互听伊的人得到力量。希望伫个牧会服侍宣教的旅程中间，恁全家拢会当经历上帝和恁三到底，加油！上尾这夜是伫个4天前，7月26，要暗暝踮伫新竹中正教会因这栋楼的厝顶阳台遐，语文传道看到这个青彩虹，这个真重要的约，这个真重要的记号。上帝伫咱人生无同的阶段，伊拢继续地向你讲话，用各种的方法，互你知影，伊甲你三甲斗阵。所以，伫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有一个真重要，这个传教者牧师传道移动中间一个真重要，咱叫做降选会员和会降选。所以有兄弟姊妹，安尼即礼拜接到咱教会所传的来讲，哪会忽然间要离开？其实这对4月开始，教会一寡教会就开始咧接触移文传道。毋过伫咱长老教会内面，同要紧的就是迄个降选会员和会降选，咱未开会，咱一般消息未讲。所以伫即几个月，大家囥咧祈祷的中间，顶礼拜7月23，新竹中会中正教会降选，感谢主真顺利。即个时间当然毋是咱的时间。咱本来咧按算讲，4月开始接触6月降选，7月休困所以就是当安尼顺利完煞。不过这是有上帝水的旨意。顶礼拜降选了，毋知遐尼紧，中正教会足期待讲，新的传教者会当赶紧去8月初一就复立。所以咱这边除了用传道因配合，教会这边咱也共阮三甲配合，所以在23礼拜日降选了，打包了迄天掠做的风台来，就是26拜3早起8点开始，一直到迄天总共4车按台北遮来来回回到新竹中正教会这是咱教会一个真重要的。统计小会推荐，中会申请，然后伫会员互会，安尼来完成兄弟姊妹共同的接纳、共同的祈祷。这毋是投票，我个人看，迄毋是咧讲投票，迄是回应上帝的呼召。阮愿意甲即个新的牧者三甲同工，所以新竹中会中正教会。伫个顶礼拜完成即个要紧投票，敢若西药共款，甲上帝讲，我愿意。所以伫过去即礼拜3，移文传道因全家即家区搬好势，所以因今仔透早阁是按新竹起来咱中间特别伫个咱本来想讲无爱较早翻送的降选我迄个讲倒转来，都是降选即个是咱要紧的一个时间点。嘛，统计即个降选，看到上帝伊的时间，这是咱伫个长老教会真重要。伫其他教派，你较少听到讲有即款降选的代志，无听到即个。不过嘛，因为统计即项，互兄弟姊妹各一摆西约，
回应上帝，讲伫咧教会中间要安怎含传教者三甲来同工。所以今仔日咱有一个时间特别为了义文传道这阮因夫妇甲囡仔，咱有一个祝福，一个祈祷。所以咱大声先请迄个义文传道来甲咱安尼分享几句话，好无哈？看有啥物来。平安。文，亲像伫保罗，互即个提摩太的即个提醒，讲你着爱好好学习，我所会晓的物件，即马拢教互你，你着开始嘛爱去找迄个忠实，搁会堪伫教是别人的人来教伊吼。我着回想即几年伫树林。真正有侪的学习，比如讲，吃吃喝喝很重要，然后嘞，但是还有更重要的事情，比如讲，宣教从什么开始？从接待开始，比如 begin with the end。我最近一直伫回想，是安怎上帝安尼带领，因为。伫升学院学习的时阵，真侪老师同学拢真感慨讲，咱长老教会，除了又长又老，即马愈来愈人愈来愈少，要安怎？我感觉我伫树林教会看到即个突破瓶颈的解药，我感觉上重要就是即个宣告，咱的树林教会真正是一个。宣教的教会，我印象真深，拄到真侪教会，大家拢知影讲，咱上重要的使命就是传福音，所以咱就开始装备，等我装备了后，我就会当出去传福音，出去传教。毋过，结果大家拢一直伫迄个准备的迄个过程中间，袂记讲应该爱准备就打出去。准备就打出去，所以拄仔看到迄个去新闻迄届的即个短宣吼，大家其实遐个囡仔拢无准备好，毋过阮就做伙去宣教，做伙去遐陪伴新闻的囡仔，转来了后发现遮的青少年，哇，因足感动，亲自伫遐互圣神甲因同工，互因感动，转来就会甲爸爸你传道，甲我讲。传道，请你继续训练我们，明年我们还要去。所以我发现，其实这个宣教无啥物特别，咱袂晓，毋过咱爱有迄个勇气，跨出我们的舒适圈。比如讲，咱讲习惯是从不习惯开始，咱愿意踏出去，愿意开始甲上帝同工，甲这耶稣做伙来拍拼，互圣神做伙来甲阮一步一步带领。咱就会愈来愈成长，所以真感谢柯牧师甲郑长老长执甲郑兄弟姊妹的即个带领甲照顾，拄仔看到迄个7年前的相片吼，应该是伫树林食了真好安尼吼，所以继续我嘛开始要去找找迄个忠实佮会空教是别人的人。互即个上帝国传到台湾每一个有需要的所在，感谢主，感谢大家。小等吼，你感谢，义文小等一下吼，迄个吼，当然咱等下咧最近为着遮祈祷，不过教会有准备一个小小的礼仪啦吼，咱请书记郑中长老哈，代表教会来敬上这个迄个哈。徛较歪呢，徛较歪，嘿，来 ，OK 好。来，好，多谢，好。有一个大家。
啊吼，咱有请迄个大议长咯吼，有要献一个花，吼，迄个借文哈。啊，个小等的吼，因为吼，迄个拄好有讲过，监选虽然是7月23，啊，毋过前真侪兄弟姊妹，着这里起来，着风声，着知影讲有一个新上帝要引出伊的，是哦，所以7月这个月小会着互因会当来一个休困，一个调整。所以伫7月初啊，像讲因有咧服侍雅各诗班啦，儿童牧区儿童主日的老师啦，就会请因食饭啦，是讲最近经商咧，面顶顶遮拢做。啊，上年吼，讲阮月例会嘛对，啊叫月例会的时阵，7月月例会，那个语文传道因拄好无伫吼，所以无法度，所以吼上年讲阮的卡片要安怎，即马来。所以毋是讲其他的团契无你咯，下晡青少年团契吼，3点咱欢迎吼来，吼，你这个卡片啊，佫有一个迄咯吼。啊，无因讲我要等月例会，你佫后个月啊，所以看今仔日吼，来，吼，来着，啊，你来请，我们请那个爱文爱心一起上来好吗？啊，OK，讲起来，伫咱教会是7年哈，5年传道，前读新南也是2年。啊，这个学习过程真多，我相信咱逐人甲因的接触互动拢无共款。毋过，这个部分，毋若敢若要诚做因国来服侍真重要的营养。望嘛对咱兄弟姊妹哩，伫过去这5年、这7年，八届语文、八届借文、三甲斗阵，迄款的生命经验，嘛诚做咱参与伫教会的一个帮助。你会看到上帝安怎调伊的工人，但是上帝安怎互你踮咧私立教会这个所在？但最近来回应上帝对教会迄个奥秘，教会在以弗所书是一种奥秘啊！这教会到底要安怎伫这个世代会当来见证主的疼，啊，诚做社区，诚做这个所在的祝福。所以，恁以前接触过语文传道因全家，你的经验回想，会诚做你为因祈祷，啊嘛诚做你家己生命的帮助。所以这时刻要请兄弟姊妹大家起立，咱开咱的心，也开咱的嘴。咱最近为着语文传道因一家过来服侍，要踮伫新竹中正教会，咱开声最近来祈祷。亲爱主上帝，阮感谢你，你特别引带保守，互阮会当伫你的教会中间三个同工，这个时刻，阮恳求你赐福看顾。主啊，教会是你百姓的团结，阮受调来宣扬主你的甜。亲爱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伫今仔日主日礼拜中间，阮毋若来称君主你那尔，你互阮会当参与伫个一个车派的行动中间，语文传道、介文因夫妇甲囡仔三甲斗阵建伫个属灵教会，对主你来领受造就，因嘛忠心服侍来付出。这是一个时刻，是上帝你引带伊行一条你特别心意的路。愿感谢你特别，互伊踮伫个属灵教会有这段生命的经历。我要特别恳求主你赐福看顾，互因一家
搁来头前的道路，会当看到上帝你极大的疼。甲因三甲斗阵，搁较要紧的，你开阔因的眼界，你常常伫因心内动工，互因愿意搁立志，搁会当行主上帝你美妙的旨意。愿特别恳求你，互因踮伫新竹中正教会的服侍，无论伫什么款的境遇，拢会直直主耶稣你甲因三同行。为主做工，无嫌劳苦，因为主你要赏赐因超过人所求所想迄款的平安甲祝福。我若恳求你特别看过三个小朋友伫个改换环境学习的过程，主啊，你对天顶来的智慧，亲像主耶稣。细汉的时阵，成长的时所领受到的，若人疼惜因，天父上帝你加倍疼惜因，陪伴因，通互因伫个长大的过程，看到爸爸妈妈的服侍的模样，会当成做因一世人重大的荣光。搁一摆，将义文传道全家交托伫主你的圣手。愿你赐福看顾因，嘛通过因过去的服侍，成做属灵教会的祝福。安尼感谢基督，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兄弟姊妹，请坐。所以除了教会的体制制度即中间的牵线，对伫即个家庭当然毋若敢若空间哦，佫有真要紧，因为佫有学校吼，着爱囡仔学校着爱刷去新竹的东门国小吼，即个学习拢是一个新的阶段。咱每一个人的生命中间，拢会有即款新旧结合，也是新旧阶段变化的时阵。所以伫咱即个暑假，除了福音队踮伫树林去无林教会以外，伫顶礼拜对韩国有一个华武瑞教会伫咱就无社来甲咱中间，因拜三下晡下课了，拢会来甲咱少年团契互相有文化宣教的交流。安怎做宣教交流？韩国囡仔出来就真习惯去捷运车站，就遐就跳因的舞，然后就分福音传单。咱的少年团契会当甲因三个学习。昨昏伊嘛最近带遮的韩国囡仔去伫个淡江中学去淡水教会，看到咱北台湾宣教的开始，当然嘛去体验淡水遐的生活。这对因来讲是一个文化的交流，是一个宣教的学习。但是咱今仔日所读的圣经中间，会记得顶礼拜，咱有用到49节，在讲到迄个分别的时刻，甲扣出来。即款扣出来，耶稣用另外一个，譬如讲教会，亲像夜望落去共款，望吼，甲夜落去，什么拢甲扣起来。扣起来了后，爱做分别。好的扣起来，无好的就该单调。所以顶礼拜咱有讲到即个分别的时刻。毋过今仔日有一个譬如，是耶稣所讲的譬如，你嘛有印象无？同底的一句话，这就是伫52节。你感觉看过一个故事，一个譬如遮尔假，遮尔啊底，有一个主人对伊的仓库中间，对伊的厝内，甲好的。甲新的、甲旧的拢摕出来，你到遮煞，这譬如咧讲啥？所以咱讲譬如，拢都爱看伊头前，甲伊后壁的代志的记载，安尼你就会当看到即个譬如咧讲啥。若无敢若一句话，主耶稣讲有一个主人
对伊的库房提出新的甲旧的物件。原来伊咧甲伊的学生讲，恁注意看，伫恁的身躯边，伊所选的这12个使徒边仔，佫有真侪门徒。这门徒经常性分缀耶稣的，至少有成100个、100几个。这中间竟然有文士，有法利赛人。文士就是圣经解释的专家，另外一个讲法叫经学家。文士，伊对伫圣经研究真清楚。伫这个门徒中间，我为什么讲100几个？因为咱知影耶稣有一摆车派出去，2个一组，一派就70个。分母如果没有超过100个，怎么派70个呢？这中间毋是干那遐个各种背景的人内面有完共款，有对旧约律法、先知的话相当有研究的人。主耶稣就是咧讲，7群人真特别咯，甲伊的12个学生讲，要注意看因。所以因来当成做门徒，成做天国的门徒，就敢若一个主人要对一个生命、属灵的生命的库房中间，甲新的、甲旧的拢摕出来。人安尼耶稣要讲啥？咱过去即几礼拜有咧讲到天国的福音、上帝国的福音，所以咱甲基督斗阵，咱拢诚做上帝的囝儿，甲基督同齐共款是护士，所以咱甲基督共款的骹步。伫耶稣真侪的譬如、亚正的譬如等等遮，在讲到上帝国的特质。有当时伊会发生是你外表看袂出来。你若好好啊亚正记热心传福音，你会受藏伫好的心田，愿意学习的心田，会当得到30倍、60倍、700倍的结果。有一寡遮的天国的解释，遮的经学教师有听落去，因有听落去。所以你讲到新旧的譬如，我问，伫即礼拜我问足侪青年人，大家嘛讲即项，新旧不能融合，因为新部文咧补伫咧旧衫顶头，你甲补落去，即个新部连咪就搁用拆哩，旧个空会愈破愈大空。2000年前咧对酒无玻璃杆仔，所以用皮、用牛皮啊是羊皮来做皮笼、皮带、皮的酒、皮笼，所以新的酒，阮当是放在新的皮笼内面，因为这个皮笼够有弹性，酒会发酵。你若新的酒放在旧的用架，用2摆3摆，敢若咱即摆啉水保特瓶，你摕来搁对啉水也还好。专家甲咱讲，毋通用伤侪摆，对无？保特瓶你就算讲摕来搁用2、3摆啊，都毋通搁用几摆啊，因为伊会分解一寡物件。同款旧的皮笼，你第一摆兑新酒落去，过2个月啉真好啉。第2摆你搁兑新酒落去还好，第3摆、第几摆搁落去，外口这个已经失去弹性，已经这个皮笼敢若就啉酥啊，已经失去迄个弹性，所以伊就无法度搁兑新酒。新酒落去若发酵，反外口这个皮笼破，内面的酒嘛老了了。所以新甲旧袂当结合，这个譬如互咱印象真深。伊要提醒咱的，毋是讲新旧袂用的结合，是咱都爱常常保持一个新的心，保持一个你真有春秋的一个范围，有一个弹性。你会晓得春秋，会晓得来保持一个开阔的心境，安尼你才有可能领受新的物件。你若一直是一个旧的坚持的时阵，新的物件来就甲你旧的嘛拍无去啊。新的领受袂着，连你旧的家己嘛自我否定啊。所以伫咧即个譬如内面，同重要是要提醒咱，毋通误解旧，毋通误解旧的律法，毋通误解你所接受到的传统。迄实在是真好诶，毋通误解，但是嘛毋通误用新的，了做新就好。新的来得快，去得也快，真侪时阵安尼啊，对无？你的手机才掠做外新来尔，转去甲恁囝伊甲你讲，即摆无咧用迄啊啦，吼，咱搁掠做足好用。
新的来紧去嘛紧，但是你要安怎甲旧、甲传统、甲你已经有的经历甲结合斗阵，这是咱对伫新布、旧衫、新酒、旧披龙应该有的一个明白。但是今仔日的经文拄啊讲，主讲若文士研究圣经、读甲足熟的人，伊阁愿意做天国的门徒，安尼伊规个性命成长的无同。旧都是伊一世人已经研究律法研究啊足好啊，伊对圣经知影足侪。但是今仔日听到耶稣咧讲天国的福音，伊阁愿意来学习。耶稣讲即个文书不得了。咱教育馆起好了后，2020年9月开始，台湾新学院就踮咧遮开信徒神学系第一堂的课，是林丰信牧师所开的圣神论。所以踮咧咱遮开，对咱教会就通方便咯。兄弟姊妹报名参加，行路就会当来，毋免走到济南教会，走到乡联教会去。咱若把握机会，亲像过来教会即学期，神学院伫遮开两个，一个叫做摩西五经，互你知影旧约、创世纪、出来日记、约书亚、申命记、利未记，遮到底咧讲啥？佫有一个课程是咧讲到新约纵览，规个新约，互你有一个概念。你若上过迄来做礼拜，你的感受绝对无共。你若愿意把握，毋是讲哟，圣经我都已经读较侪摆啊，佫读新约纵览。你如果若新约还未读了，你去报名同好。你若讲要报选修生，佫着写报告，毋免，你会当报旁听生。旁听毋免写报告。毋过你会当通过14礼拜，用一礼拜用一个暗时，好好啊，甲天国的福音。甲上帝留落来同宝贝的圣经，你有一个明白，这就是新的意思。我嘛常常走去3楼的碰椅坐遐，听内面咧讲啥。我无报名，等去坐碰椅啊你就会听到老师。但是有的课我袂用去听，因为有的课伊是特别要求参加的人有选的人，因有一个活动。所以这就是咱三个继续学习，互咱前所领受的会变无同，这叫做新旧结合。新旧结合，那安尼时阵，那你原来家己已经有，这就叫做旧。旧毋是无好，旧是行家的经历、研究家的专业、学习家的根据。我所背的这物件，我若佫会当。得到新的，以前毋捌看见，有人所互我，即对耶稣的眼光来的，那安尼你的生命会无共款。若伫生活中间游玩，上帝互你有一寡经历，互你有一寡文字、材料、技术、专业，这你已经真熟手啊。但是伫即款的熟手的中间，你愿意放伫新的见解、新的眼光，放伫新的服侍内面，那安尼你以前遮的经历会无同，会家己得到一个真大的提升。我捌讲过一个少年人，伊今年我拄顶礼拜看到因生日42岁，18岁的时阵，我就足久啊。伊是康奈尔大学1年的学生，但是伫咧12岁。伊的爸爸妈妈住伫休斯顿接到电话，就是伊按康奈尔敲电话给爸爸，讲伊即学期读了，伊无爱读啊，要读啥？伊要读音乐系 violin。爸母啊，踮伫迄阵，惊一个马上飞行机咯，飞去康奈尔伫倒。康奈尔伫倒，伫咧纽约迄边，紧走去东华去咯。伊即个18岁囡仔就带伊去找伊的系主任，伊讲我有甲系主任讨论过。这爸母即台湾人嘛吼，爸母囡仔互你去康奈尔，你去读就好好，那要读一学期那尔，迄阵圣诞节咧到，结果迄个教授讲，我嘛无爱放伊走，因为我真罕咧遮侪年来收到即款学生。
伫个物理、伫数学遐好。好，我即款学生啊，我的确我要走。啊，毋过顶礼拜伊来甲我讲，伊讲伊想要搁去幼儿园教授问伊讲啊，你偌久无话啊？伊讲啊，就小学毕业了就无啊。啊，你看几年无话。即个教授伊个办公室有儿园，即个教授家己嘛，伊就摕出来讲，你话互我听看卖。6年无幼儿园，你互我听看卖。6年无话摕起来，18岁的囡仔，伊就踮遐家己印象中的小学学的就有几个。即个教授讲，你敲电话互恁爸爸妈妈吧。吼、所以即个迄阵18岁，今年42岁，即个青年人，伊就对遐转换，伊敢若剩3个月时间，因为伫2月、2月、3月，伊就爱甲伊的 tape。甲迄位老师的 tape 爱寄去遮个学校啊，印第安纳大学音乐系寄去这朱莉啊，遮迄落较顶尖，伊都爱寄去遐看啥物人要收啊。尾啊，印第安纳大学咱知音乐系吼，印第安大学伫美国是排前3名，迄个系主任听到即个声讲，即个囡仔吼，请伊来，所以就规个拢换啦，你看卖。简单讲啦，伊就主修即项。伊嘛诚做逐所在去参加参与。伫过去这10年，伊服务的是伫个迈阿密大学的音乐系系主任，吼，一个台湾囡仔伫迄个所在。但是伊一个真重要就是安怎？伊所学习嘅、所得到的经历，伊无一项较放弃。佫较要紧的，伊真欢喜服侍伫个需要的所在。伫个2002年左右，拄到一个机会，迄已经20年前，迄阵啊才20外岁吼。啊，搁伫个印第安大学拄好来台湾，阮带咧义工教会，临时一个聚会，讲你会当回去无？你会当伫即个聚会中间来显是分享你即个生命的改变，特别是互青年人伫要读大学的时候，我到底要行倒一条路？啊，你哪会敢好胆行即款的，对无？伫个台湾学音乐是。要安怎会当当作饭食啦？咱常常有即款观念，哦，做兴趣啊就好啊。我甲讲，礼拜明仔载礼拜你会当来三号，我叫边仔路卖单啊，拢完全礼拜迄落。伊讲好，牧师你歌互我。我本来想讲，因为伊的专业啊，我常常要甲伊讲安尼毋来，伊会讲我无准备，你即摆才甲我讲，即个20岁的青年人，伊竟然就。来，是伫迄个点咧，伊讲我大概第一摆无片仔咯，规个礼拜按头到尾拢全外口啉，拢全用外口啉。你已经行过经历上帝互你的才能，互你的才调，没有一件事情是空谈，绝对有伊的意义。不管是你的角度看是正面，还是你家己的角度看是失错。我常常回想遮，我嘛感觉有一寡所在我错失良机。毋过，当你结果过来看即摆的时阵，你会发现，伫上帝的掌握中间，你就要有即款的明白甲感觉，定定伫你的技术、才能、经验、经历，用伫新的服侍、顺服的服侍、欢喜的服侍中间，迄叫做心。这就保持一个，互你的心定定会当保持一个热情、一个意愿、一个顺服，这是天国的福音途径。你倒转去看迄个天国福音，伊咧讲着糯米粉做馒头，对无？咱讲做馒头啦吼。啊，本来一团啊，你原来发起是啥物物件咧作用？内面有教，伊讲上帝国、天国亲像安尼，足侪代志的发生是细细一项，结果伊当发解遐大团。你若无把握迄个机会，愿意顺服、热情，即个。馒头都发袂起来啊！若无迄款，但是迄外在的啥，已经甲烂，已经有面粉，得到温素，得到材料，放伫遐，这叫做久。久毋是毋好，久就是已经行过路。所以这个久甲心乃当结合到底，生命得到生存，得到丰盛，这是主耶稣所讲。求主帮助咱。伫过去这2礼拜，咱的拜五祈祷会有侪青年
来做见证。你若有兴趣，你转去看 YouTube， 甲伊弄转去2工前28，搁顶礼拜21，喺 YouTube 你看祈祷会，看这青年人参与伫个即届的福音队因的回应。通过安尼，咱求主帮助咱。伫新旧的阶段，迄毋那干那是个人，教会有缘共款。新旧即款的阶段中间，会当有上帝眼光。拄啊，咱看到语文传道，大家青年人敢做迄底片中间，这完整版10分钟，下晡3点会放吼。所以你若要的人呢，欢迎你下晡吼，除了参加1点珍珠家园咱即个新册发表会以后，你3点会当做来参加。但是喺拄仔内面有一句话真重要，就是罗迪甲伊的大家的对话。伊讲：你的上帝就是我的上帝。伫新旧交换中间，过去引带咱的上帝，伊完是过来头前要引带咱的上帝。伫个几个信仰团体中间，咱会当看到，这信仰的脚链行伫咱头前遮信仰的前辈，伊的上帝就是我的上帝。所以咱遮继续的向前跑走的人，你除了即马所做、所付出、所关心的，你留落来一个上重要的资产叫做模样榜样。互过来新的要地起的人，会当知影讲，迄个上帝是真的，因为我伫遮的人的身躯顶看到。互遮的做新的会结合的人，伊袂失志，嘛袂讲新的就是来得快，去得快，袂，因为在学习到耶稣所讲的，咱每一个若拢会当亲像欢喜来学习天国的福音，做天国的门徒的经学教师，那安尼，即个教会每一个兄弟姊妹，咱就不得了。上帝有互你真侪经历，真侪才能，你要安怎用基督徒的身份该使用出来？我拄仔讲迄个青年人，今年42岁啊，吼，嘛算开始进入迄路，伊有缘共款，啊，佫有机会，有教会找到伊，啊，3到点的一寡特别的场合服侍的时阵，伊就讲来，啊，个欢喜来吼，用基督徒的身份，甲你的才调、温素、经历来用伫新的所在，你会发现，以前我所得到即款的见解，即马哪会当得到更较 upgrade， 咱讲 upgrade， 你会更较明白上帝。你会更较对迄个看袂到的愿望、永远充满信心。无你要安怎去想讲什么叫永远？什么叫永恒？有限的人，敢若会互做苦楚来尔，对我咱人的死。但是当咱来找耶稣的时，你欢喜用耶稣的门徒、基督的门徒的身份来好好发挥用你的文字材料，每一个机会。一步一步向前行，咱要经验上帝所赏赐咱迄款的丰富。所以圣诗这个所在，甲咱讲救主帮助咱，互咱会当得到成全，得到完全。圣诗321首，伊讲的完全，较毋是讲你无瑕疵，拢无欠缺，毋是，是咧讲到我得到成全，得成全。上帝心意伫你的每一个日子中间丰丰富富，咱最近来吟321首。
经第3节，我主我救主，求你使阮可怜，使我对他起公义，真正我心，每把有人求托，主我不强退，救主教我水，予我白较领洗，白较领洗，清白较领洗，救主教我水，予我白较领洗。当心来祈祷。亲爱主耶稣，阮感谢你，是你家奥妙的宝贵，会当洗清气阮，互阮知影你伫阮生命中间所留、所建立、所修饰的每一脚步，拢有伊的意义。但是通过耶稣基督你宝血的洗清，通过你互阮好的模范，阮学习愿意顺服热情，就要互过去所行所得到的经历完全换新，互阮的心也得到晓悟甲欢喜。阮搁一摆恳求主帮助阮，互阮伫新旧的阶段，互阮伫新旧结合的中间，得到主你极大的祝福，因带保守。安尼感谢基督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免，请坐。请用感恩的心来奉献，奉献的时做伙来唱献做偌济，若有无明白奉献意义的，请毋通奉献。我
请坐。线接来读金句，伫旧部的头一面。罗马书第8章38节，我念一遍，大家线接做伙读2遍。罗马书第8章38节，因为我确信，无论是死是活是天使，是灵界的统领者，也是权力者，是现今也是将来的。请书第8章38节，因为我确信，无论是死是活是天使，是灵界的统领者，也是权力的，是现今的，也是将来的。罗马书第8章38节，因为我确信，无论是死是活是天使，是灵界的统领者，也是权力者，是现今也是将来的。即马来介绍头一届来本会聚会兄弟，第一位是赵心怡传道，伊就是下晡要甲咱分享珍珠家园。请去请坐伫头前后边，下甲伊握手吼。第二位是周家华，请去啦。这个咱囝遮。请同齐来关心圣工。欢迎韩。欢迎韩国乌瑞基督学校老师学生14位。伫第一场礼拜中，甲咱同齐敬拜上帝。顶礼拜主日，少年团体选出会长郭明元、副会长陈恩宁，伫8月27号礼拜中就任。后礼拜是爱家主日，爱家团体伫第2场礼拜中服侍。后礼拜有圣礼典，请兄弟姊妹备拜神。第一文传道自2018年8月总会派到本教会，任期到2023年7月31号。顶礼拜新德中会中正教会干选通过田传道聘目，8月1号赴任。感谢田传道过去5年的服侍。本会申请一位传道师，自8月1号起，总会派刘浩光弟兄来本会，定伫8月6号主日礼拜中受职传道师。今日下晡1点，设教103周年纪念活动，茶室女人心万华红灯区的故事新册见证分享会。有几项补充报告。头一项，咱所敬听尤清田长老伫昨下晡来蒙主文调。求主亲自安慰，李老师甲伊处理的人。第二点，咱礼拜后有报名参加下晡的亲子分享见证会的兄弟，请依照你报名的名单分区来领出示吼。上年组的伫咧招待道遐，其他组的请伫咧教育馆1楼亲子室的头前。第三点，今日下晡分享见证。即个亲子家园，伊伫教育馆1楼有设义卖所在，欢迎兄弟会当去购买，参与甲关怀行动。过来请牧师带咱公道。珍珠家园啊，珍珠家园，因为做的即个服侍，特别是针对一寡特殊境遇，特别的处境，即个滋味吼，所以也有义卖，甲有一寡即方面的消息，咱来当通过安尼来了解。都有特别报告着尤清田长老昨下晡安歇，
因为伫过去这段时间，迄个癌症伊本来30多年前就肝所以这30-40年来，拢一直注意肝的代志。无了这2年伊有转移，尤其是今年转到脑的部分，佮转到脊椎，所以有对核心刷来台癌症医院，伫个踮个台癌症医院超大1个月，还有申请安宁病房疗护，所以拜五才刷去安宁病房所以刷去我昨中昼伊当迄落昨下晡1点我过去，无上帝怜悯。互伊昨下晡可以当安尼转去伊的怀抱，所以咱特别求主保守李明英老师，因2个人是伫个大学1年的时阵，踮咧东吴大学熟识，大学1年就踮遮所以踮咱遮出入结婚伫即个所在，伊直到即马将近要60年2个人熟识到即马，所以咱特别求主看过保守明英老师甲伊。家庭明仔载甲因最近来讨论个别礼拜相关安慰礼拜遮个事，所以这个时阵，咱除了教会所写的遮个事工，也是咱最近共同关心咱一般是介绍新的来宾啦，是敢若讲今仔看庭云来咱像调侃这里出来，你挥挥手好不好？你好，表扬因为迄阵咱咧讲，本来是咱今年短宣的总招迄个伟杰事工拢交互伊，结果迄天桥倒来，忽然间一个意外，所以今仔日看到伊真欢喜大家即中间大道同样紧是祝上帝互咱保持迄个热情、意愿、顺服的心，三角来看咱所经历的一切，请咱起立。开咱的心，也开咱的嘴来祈祷。现在主，阮感谢你，互阮会当经验你的听。阮知这是上无简单的，但是只有主你做会到，你要帮助阮心改变，阮会眼光改变，生命中间再改变。是帮助阮，互阮会当看。亲爱的阿爸上帝，阮感谢你。伫阮的生命中间，好亲像有真侪旧的代志，阮的经历、阮的兴趣、才能，对你遐所领受的祝福，阮要安怎会当有基督互阮的心，用基督徒的身份进入一个新的服侍、新的运用，成做别人的帮衬。对伫安尼，阮的生活、阮的生命要得到充实。得到更加丰盛，阮恳求你特别祝福看过每一个兄弟姊妹伫阮家己生命无同阶段的经历，阮恳求你的安慰降落伫李明英老师甲世德甲因全家族，由青田长老都登去天父上帝你的身躯边，这对这个家庭来讲，对阮来讲，拢是一个无简单学习的时刻，但是阮知影。主你的道路较悬，人的道路，你的念头较悬，阮的念头。你帮助阮，互阮知基督耶稣拢无离开阮，通互阮三角学习这个第3个生日的功课。阮也感谢你，互语文团导因一家要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主，阮通常较习惯踮咧昨昏。停留伫个昨昏，毋过你意爱阮今仔日往新的目标来跑走，你也要赏赐阮教育的气力，互语文团导因一家，后来踮伫新竹中进教会的服侍，带互教会，嘛带互语文团导因家己规个家庭，生命新的一夜，这要成做踮咧新竹地区。最人的帮衬，嘛，互人看到就要欢喜，要来认捌主耶稣你。阮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兄弟姊妹，各一摆，阮拢仰望交托伫主你的圣手。无论是阮伫个福建恢复治疗的过程，还是伫家庭，阮三个超凡重担忧闷的事，
主啊，这苦楚阮拢要交托伫你，因阮找主耶稣，主耶稣你就互阮找着，你要接这一切，甲阮压伫你的骹顶，互阮甲你相同行。愿你的主爱怜悯，拢无离开阮。安尼感谢基督，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请同齐来唱上人的诗歌，信息第398首。愿咱救主耶稣基督，金丝线请牧师祝祷。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顶上帝疼痛、圣神的相通、扶持、安慰、医治，啊，恁众人三个斗阵，对即时直到主过来，阿免。请坐，未到闭会，请伫电乐结束后才离开座位。